香港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強下來關心係國際學日報有日報嘅獨立公投嘅風潮。針對一連串嘅問題，先為大家紹介嚟現場嘅來賓，同我做出片呢係東方大學嘅徐建峰徐教授。大家好，各位大家紹介係台北日學大學嘅莊桂霞莊教授。大家好。謝謝兩位教授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首先，我們的觀眾其實順着我們的新聞也看到，從9月底庫德族，然後10月1號加泰隆尼亞，大家看到這個獨立公投一波接着一波，然後結果都是呈現幾乎一面倒贊成獨立的趨勢，讓我們的觀眾也開始會好奇說，誒，是國際情勢有什麼變化？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上爆發這樣一波又一波的獨立公投，而且結果會呈現這麼壓倒性的贊成公投、贊成獨立？我想第一個是有示範效果。那從蘇格蘭，好，那蘇格蘭開始嘛，是蘇格蘭他沒有通過，是沒過，但是就是說我有行使自決權。那行使自決權最明顯的是公投，決定我自己這塊領土的這個前途。不過話又說回來，其實如果更早的時候呢，應該講說，魁北克加拿大魁北克已經2次，但是都失敗了。是。好，不過如果真正要講說整個大的這樣子國際脈絡的改變，應該是說冷戰結束以後了。好，那差不多是過去已經1989好90到現在，好，蘇聯解體，然後這個東歐的這些共產國家民主化，捷克的解體，南斯拉夫的解體等等。那當然有一些地方是它是有流血的，比如說波斯尼亞、科索沃等等，但是也有一些是，比如說是這個和平的，比如捷克跟斯洛伐克亞，甚至於蘇聯也算是和平解體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就是說長久差不多，我看我們知道民族自決差不多19世紀末開始就有了嘛，哈。那到了差不多一次大戰左右呢，是有局部的所謂的行使。那我們看到的局部的行使，意思就是說，它就是對於戰敗國的，它裡面的所謂的，你把它當做殖民地也好，就是它的領土領地也好，裡面有所謂的其他的民族的時候呢，那我們知道哈布斯王朝、哈奧匈帝國這個部分，然後第二個就是奧特曼土耳其這個部分，那基本上就是讓大家覺得說，它允許這些少數民族去自決，那成立自己國家，其實讓人家覺得就是說是裂解帝國、裂解戰敗國。是。那所以呢，讓人家覺得說這是一個雙重標準啦。那在冷戰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經過冷戰，基本上就是因為美蘇的對決，所以呢，這種民族自決基本上是壓下來的。當美蘇和解了以後的，那這些開始就是說，我們基本上會允許說用民主的手段來進行這樣子的所謂的自決。那我們知道說，除了說我們看到比較西方民主國家，像加拿大也好，像英國也好，那這次西班牙也算是民主國家嘛。那我們看到比較慘烈的就是東帝汶的部分啦。那東帝汶那也牽涉到它的石油等等那些比較他們列強的想的一些，不，基本上我意思說民族自決，因為我們知道2公約裡面的第1條就講所有的民族都有自決權嘛。那為什麼有些人就可以，有些人就不可以？那這個時候他就想，那我們來試試看吧，尤其在歐盟的這種架構下。那假設老師，就我們今天看到這2天大家討論最烈的庫德族跟我們的加泰隆尼亞，兩者都用90%以上贊成率通過，想要獨立。那兩者從老實講民族自決的角度也好，從民主化新進程的角度也好，他們背後象徵的意義是一樣的嗎？我這樣說好，就是說，當然我會覺得，如果我的感覺的話，就是說，可能加泰隆尼亞可能會比較順利。因為它畢竟是歐盟的國家，好，那我們通常講歐盟，它通常我說其實它是有雙重標準，對其他的人跟自己內部的成員，它有不一樣的做法，所以到這時候，我們看到現在歐盟這些國家裡面呢，比如說有一些國家是比較支持的，比利時啊，我們看到這些大部分意大利等等是支持的，那有些是保持中立的，有些是反對的，所以呢，裡面算是比較多元。西班牙大概不敢貿然動用軍隊啦，就用警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所以說頂多只有在打人而已，還沒有用鎮壓的，用警察、用軍隊的鎮壓了哈。那我們相對於來講，在庫德這個部分哈，因為那一塊地方就是說，我們知道庫德人就是他們認為說世界的孤兒。它散布在除了伊拉克以外，伊朗，然後我們看敘利亞有一點，土耳其一大塊，好 ，OK，那邊是有油田的。對。好，所以他向來是被當作馬前卒，那大家都可以操弄。
所以呢，我们如果相对之下，我们看 Catalonia， 其实你看它90%左右，但是它投票率是没有过半。对。那因为它是外移人口很多，劳工很多，但相对库德人这个部分，它是有外来的游牧民，比如说土克曼啊，土克曼，然后也有一些阿拉伯亚叙利亚人，但是基本上他们的人口是聚居的，所以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呢，其他国家会担心说，那万一他把周边的这些都结合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土耳其跟伊朗会怕。所以这个开始，他怕是第一张骨牌。对，老师，那总告诉马丁长时间研究以色列吼，大家都会讲，你遐库德错啊，之前大家很记迄people without a state， 所以按我看人在老你之前说你也谈过1948年以前的以色列的比较，库德人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猶太人佢以前本來有國家，後來佢本人滅體，冇國家，所以佢後來係復國。恢復原來嘅國家，同庫德人佢以前至少冇像以色列一樣，佢以前有國家本人滅體，叫冇強樣啦。以色列佢以前有國家，後來本人滅體，所以佢係復國，就同韓國有啲像啊。韓國本來佢咩嘅國家，後來本人變屯嘅，屯體咧，後來佢要復國，所以以前有個國家嘅民族個唔得恢復，相對起來較容易。但係庫德人嚟講，佢本咧當到地方。本來當到地方，然後一條地方對佢嘅建國嘅態度就基本上唔係當戰士。尤其土耳其，講到乜事？像喺以色列其他無強樣嚟講，嗰啲地方近年來嘅國家後來本人滅體嘛，但係近年來就被逐出去嘅。後來佢嗰啲年來建國家嘅地方本英國人管，英國人轉佢搬轉去，轉佢搬轉去，所以佢搬轉去之後就到個地方慢慢嘅生根。要建立為種種嘅類似國家嘅組織，就講佢都嘅準備當久等到聯合國準備復國以後，佢就馬上把國家嘅象徵、國家嘅組織就拿出來。但庫德人嘅冇強樣，因為啊聯合國並冇正式嘅承諾，係呢允許佢講可以建立國家。所以一點嚟講，庫德人嘅呢種處境啊，比起以色列嚟講係較艱難。你係講對當天中東解圍嘅歷史來看而家講到土耳其，講到伊朗，2003年嗰時陣美國去到伊拉克，庫德人同美國合作，最近禮拜伊斯蘭國2014年開始，佢對當天作亂，結果庫德人要聽數嘅為何不是聽數美國嚟做呢件事情？呢禮拜你看到佢可以宣布講透過公投來獨立。你係咪再講原來美國多多少少也變咗後輩天數嘅人？應該嚟講佢嘅根本已有機會嚟一公投係企業建內部團結，一啲團結係同佢一大幾萬人嘅狀有直接嘅關聯啦。天依佢本身透過一啲戰爭佢內部嘅種政治嘅組織一強化，冇講那辦一啲公投冇一啲正經類似政府嘅組織來期盼你冇辦法判啊，冇可能一啲民間組織來判，佢就等於已經有一啲自治嘅團體，一啲自治嘅同盟，就係作為將來國家嘅政府嘅主體。做乜佢有辦法建立起安尼嘅組織？係因為佢要去打仗，要去戰爭，所以要正視嘅世界上另外一個現象就係講那和平獨立通常困難。經常必須要透過武裝來獨立。想此獨立派。想此獨立，佢想此獨立不止係講唔透過武力來反抗，而講唔到要反抗嘅過程當中啊，唔就要一啲政府，要一啲領袖，啊呢東西要出來。喺冇政府冇領袖唔講大家想獨立，想自主，但係冇人來領導，冇人來代表同國際發聲，係呢當困難。一擺打一 IS 不止係講佢軍事方訓練出一批動有戰鬥力嘅一種戰士。敢死軍唔驚死嘅。唔驚死，天意就係講呢度有啲戰爭佢等於培養出一個政府，培養出一個代表性嘅團體，培養出一個領袖，可以來判一公投。所以而家大家一提到講，一啲組織，一啲軍隊，唔係講按簡單就可以把佢消滅。所以雖然講土耳其也好。伊拉克大家唔贊成佢獨立公投，但你唔講，而家講太軍隊去把佢鎮壓，一萬發生，就會提到講佢一硬啦，一唔係按簡單佢吞嚟咯，咬會碎。因為佢戰先過這個以色列咧。老師，我想好奇，就是說美國在
库德族迈向独立之路上，他们扮演什么角色？我先讲说，其实我们知道战后那当然我战后就是说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因为你知道，我们知道他就是为了这些油田嘛，中东的油田，其实最怕的是伊拉克的强大啦，所以他裂解了科威特啦。对，那相当程度，他其实是怂恿库德人去对抗，就是训练他们去来对抗这个巴格达的这个政府。对。那后来呢？因为我们知道是说，美国在中东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过去有3个盟邦，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伊朗嘛。那后来伊朗就是因为这个巴拉维下台以后呢，所以他另外就是在怂恿他们这个库德人。然后呢，好来，就是说变成怂恿伊拉克这边库德人去往那方对抗这个伊朗这个部分。是。然后接着这个我们知道海珊上台以后呢，然后又来打，所以变成马前卒夹在中间里面。好 ，OK， 所以这是想说，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领导者，其实我是应该是从他爸爸的时候，然后他爸爸的时候 CIA 训练他们，提供武器，然后到他的现在，那有点可怜。坦白讲，就是说好听叫孤儿啦。讲不好听叫马前卒了。是。好，那我也必须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说有没有国家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我们就是人类或讲西方这种国家的，就是说以前从城邦开始，然后其实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宗教的为主的嘛，就包括回教的这种国家也好，它是哈里发是很大的一大块。然后到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法国以后呢，法国大革命所以 nation state 的时候呢，有些人没有赶上这班车了。坦白讲啊，所以我们看到就说，其实我们如果大家看电影那个《王者天下》的时候，那个中东那个时候最强的那个领导者就是那个哈里发，就是我们的库德人。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库德人，也就是说，他只是刚刚好没有在这个所谓的奥特曼土耳其裂解之下的时候，他们没有刚好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借这个机会说，我真的就是开始要有我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别人都有？但这里我比较想要进一步请教教授，就是说，像他们的自治主席巴尔扎尼接受《卫报》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公投不是一个结束，只是一个开始。那某种程度上，他放出一个讯息说，如果伊拉克肯正面回应，是有谈判空间。让我的解读是，其实公投只是他的手段，独立可能是他用来谈判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这样说好了，比较卡塔罗尼亚来讲，卡塔罗尼亚它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的议会决议说，我公投的2天之内，那就必须要宣布独立。那当然现在可能会有一个，他说还没有投完嘛。对，他说现在新的日期讲10月9号。当然巴扎尼他是这样讲说，我们这个只是开始而已。对。然后其实某种程度是说以战来逼他们上谈判桌。是。那接着说你要给我更多的自治的权限或等等，比如说我的石油输出等等这些东西，我到底1%比的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也未尝不可。就是说我们在猜，也有可能说他可能那个自治权会要求更扩大。那就是阶段性的，慢慢的蚕食鲸吞。OK， 来，谢谢2位老师上半场的讨论。谢谢你好。下半場因各種焦點受到歐洲進一步的關心，加泰隆尼亞基調的公投從20年比今年展現了哈納度每個朝鮮安嘅氣勢，先了解下，我們就轉來。歡迎大家轉到討論嘅現場，下半場一種重點受到歐洲，第一大家都提到當中咧看到咧關注嘅係會係西班牙東北部法國隔壁嘅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仲講話請我一下，我看了一下過去呢差唔多19年吼，從2006年開始看，佢哋嗰時嘅公投贊成咧73%，2014年超過80%，什麼處於達到90.9%。過去的19年有乜嘅變化？本贊成土地嘅人按見來見過，肯定上來。我想加提就係陳老師講嘅樣吼，要冷戰結束以後吼，歐洲基本上有按呢分離主義嘅地方吼，越來越多啊。吼，實在也唔止西班牙，吼也唔止英國，當多地方。啊，提到講好像明年吼，連下丹麥嘅一類附近都法羅群島吼，吼佢哋愛公投愛土地嘅，吼因為啊。歐洲佢本來就係一個多國家嘅地方，以下所謂嘅歐洲國家嘅迄種嘅
土地的一种的边界吼，还有态势吼，几乎差不多係二次大戰以後吼，爭雙較穩定到一下，都較久以前哦，佢哋實在搬到東西。吼，動到嗰種王國，然後歷史上動到嘅分開，所以因為冷戰嘅時候，吼，大家為到對抗蘇俄，吼，所以大家較團結。就好像依家，吼，即大家咧發生火燒屋，吼，連沙之間不管關係再壞，吼，總係強下救火啦。共同嘅天然，共同嘅天然，你話同一嗱連沙關係再壞，假如卡實火牙痕，你冇去救火，冇乜受到危。報名較重要，報名較重要。但係依家來講，吼。蘇聯已經幾天研究嘅吼，體現共同嘅威脅吼，所以俄羅斯係咧當惡，但係已經比以前已經差當多。第二哦，即係不斷咧要係嚟通呢啲公投吼，讓大家吼知道誒這種示範嘅效果吼係咧存在，因為冷戰結束以後，歐洲國家增加動到咗，吼東歐，吼然後南斯拉夫，甚至以前嘅捷克未變到兩國，吼所以吼國家越來越多嘅情況吼。變成講喺地圖上，我哋通啲乜人吼，係一種嘅真係形式嚟講係往上，吼唔係往下。第二啊，就係講，歐洲當到國家吼，佢以前吼就係按照親民國家，嚇就係講佢吼國家本身細窄，佢走到其他非洲啦、亞洲吼，加咩黨法嘅地方，加咩黨法嘅地方，後來呢一條地方慢慢一窄吼走脫嚟，嚇脫離嘅走脫嚟，所以對一條國家知識分子、知識階層嚟講吼。即個國家越來越細吼，無強樣嘅出權走脫吼，對佢哋嚟講無講按難接受啦，下年可以接受，所以佢怎麼允許佢哋判公投啊？吼，假使人講像亞洲啊一種吼，冇講判公投啦，吼，看到一下連矛盾統治之下地方吼，就不准佢離開，形式上就係講還要維持一啲嚇即係支持，所以一種歐洲人嘅一種觀念嘛，第一嚇即歷史因素，第二。嚇，這種示範效果。第三，親民嘅風格，嚇，讓家頭知道講，啊，又慢慢地一隻走脫，嗬，嚇，無上流嘅強下，哦，就半截走脫，嗬，一種對歐洲嚟講，較容易本接受。那院長，我請教一個問題哦，就這次公投來講，雖然有這麼高的通過率贊成獨立，可是歐盟就直接批評說，你們投票率未過半，就是一個無效的公投。像這一類低投票率未過半，但是高支持率的結果，依舊有被正面看待的價值嗎 ？OK， 這樣說好，就是說，我們相較於其他的，看到東歐那些國家等等，那它這邊的投票率低，是因為它的人口是戰後人為產生的，是，那就有點像是克里米亞一樣。克里米亞應該照說是烏克蘭的，它的這個土地，但是因為它是被俄羅斯或者是蘇聯長期當作一個避暑勝地，所以有錢人都到那邊去買土地。好 ，OK， 所以他當然公投就是會獨立，然後跟俄羅斯統一。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我們看這個公投的結果，把這個投票率乘以這個贊成率的話，你即使再衝，這次是差不多42左右，那90%嘛，36嘛，就我們看到他們這個。所謂的獨立黨在那邊，這個卡塔羅尼亞的這個區議會的這個實力，差不多再怎麼衝，也差不多45左右。基本盤很明確。那有時候也許某種程度偶爾，我看他那每個月都有這樣的這個民調左右哈，有時候偶爾會衝到55了。我當然我不太曉得，但是我看那個人口比例，也就是說那個外來的人口可能有到40%左右。那當然他們這些人反對。獨立是有它的道理啦，因為我們也知道，因為基本上就是說，我們也理解說，我們知道卡塔羅尼亞其實是有點有點官逼民反啦，對，也就是說，他長期以來不像巴斯克，他是用武裝鬥爭嘛。好，那他們這邊是用恢復母語啊，是很低調啦，等等這運動啊，等等這些東西。那主要是說，因為這幾年差不多2006到10左右，他們這個獨立派的勢力比較強。那在區裡面，就是說，在這個區議會裡面的自治區的議會裡面，過了半數。好，然後呢，中央政府又比較弱。那我弱的意思就必須要組聯合內閣。所以他們其實他們有賦予比較大的自治權，那意思就是一個是司法，通常就是司法，因為它有傳統它的司法制度。然後接着就是第二個就是稅的部分，因為它比較富裕嘛。對，那這一點我一直聽到這樣的論點，反而讓我有一個疑問。大家來講，比方說他們講，它佔人口只有西班牙的16%，可是它卻貢獻了1/4%、25%以上的稅收。難不成今天加泰隆尼亞萬一是一個窮區的話，它沒有資格來
讲说我要独立公投，怎么会变这样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的世界上的人是很奇怪的，通常就是说。你应该是自决权公投，这是一个普世，不管你有钱没钱嘛。对。那通常意思说，你被屠杀很多的时候，是，比如说东帝汶的就可怜。你像台湾有钱，好像 GNP 比较高嘛，你叫什么叫？所以卡塔罗尼亚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回头讲就是说，当时是其实2010左右，中央政府就是说我要司法以外呢，这个税的这个部分要让你很大的自治。但是呢，后来他们的应该是最高法院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宣判他们是就是无效的，是违宪的。对。那还有一个更重要，其实他们动了一个手脚，就是说本来他们是承认他们是 nation 民族。对，那民族是可以自决嘛？是，但是他说你不是民族，你是 nationality。我想那个 nationality 如果要翻译的话，就像我们台湾的族群啦。对，你只能内部自决。我是想说，所以我想说，就是官逼民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本来相对的是比较低调，其实没有那么强硬的啦。但你出这2招之后，他就忍不下去。那高顺我来参考一下，你近看加泰隆尼亚方面，迄讲对西班牙来讲，根本你也得独立出去的。对西班牙乡镇老司机，我有乜嘅损失，总嘛记得案件。因为看画面档，西班牙虽然冇派军队，佢派警察去打票嘅人。我方面对欧洲发展，对你来讲当冲击的。因为第一个地方吼，对西班牙讲，佢經濟算係較大貢獻，人口也不少吼，所以佢假設獨立出去以後吼，佢國家就變較細，國家變較細，然後經濟也少提低。然後以後呢，佢要同一啲新嘅國家發展關係，我用非常平等嘅 TV 嘛，因為我就不能講呢地方係重要，我就變成兩國，所以在呢度國家反對偏人土，反對國內嘅主權獨立，就會按呢個因素啦。第一國家本身變較細啲，第二就會必須要用平等嘅方法去對付對待佢，一點。對於西班牙人來講，中央政府來講，佢冇辦法接受。特別佢係呢，依啲有個國王嘅國家嘛，你國王講人其實我講，當然係做國王嘅時候，就等於實體嘅領土佢總統也明顯嘅領袖觀念唔到強。所以國王有出面啊。所以國王出面佢也唔可以當戰神。佢當然一點來講，也係以下佢中央政府係呢非常強硬嘅主要原因啦，就會因為佢國王係呢強硬。我老師剛才講到族群講到民族，假設從多元族群角度來看，我們看，西班牙它中央集權其實它的沒有像法國一樣這麼集中，那它可能跟英國比較接近，那某種程度上它又高於聯邦制的比利時，所以我們能不能大膽預測，假設當初葡萄牙能脫離西班牙獨立，那如今的加泰隆尼亞再脫離西班牙獨立，我想沒有人可以否定這件事情。所以就是說，其實我們如果看到所謂的現代 nation state 民主國家出現，沒有什麼道理啊。就是說那個光譜上，就是說我講就是說，你看到如果比較起來講的話，法國因為它是相當中央集權嘛，是，那只有少數的 Britannia 的，還有一些少數的分離主義的，科西嘉也許有一點點啦，哈，你看到，但是你如果相較之下，它在同一個國家之下，你看蘇格蘭還是威爾斯就比較低調嘛，蘇格蘭就要出去嘛，好，那我們在如果看到說這個西班牙這個葡萄牙當時是完全沒有放進去，你知道歐洲國家很多是所謂的生和國，就是他們的君王之間的結合嘛，那西班牙就是亞拉岡跟卡斯提爾的這種結婚就是這樣子嘛，那沒有老百姓的同意嘛。那如果我們再看到好了，那以前丹麥、瑞典、挪威也是在一起的，是，後來也分開來了。那荷蘭、比利時這邊分分合合等等嘛。那以前那時候稍微結婚嫁妝幹什麼，以後就割過去了，沒什麼道理了。所以我意思說，在這個現代的民族自決之下的時候呢，那就讓老百姓去決定嘛。反正在歐盟之下，區域其實是蠻安全的。我有一些國家是蠻小，比如盧森堡是那麼小，它為什麼可以一個國家呢？好，那就目前的態勢來看，加泰隆要獨立，它最大的阻礙是什麼？我覺得最大的阻礙是因為它內部的就是反對獨立的人百分比那麼高，反而不是來自西班牙，反而是來自加泰隆尼亞。我坦白講，西班牙這邊，他如果真的要動武的話，那其實西方國家還是會講話。我現在看到的好多，連英國都是其實相當對不，其實某種程度他不敢講反對自決這些東西。那頂多澳洲那些的人講說啊，時機不宜啦，那就是啊，我是中立，都不想表態，強烈表態的都沒有啊。其實是內部的這個部分呢，也就是說你要如何處理內部這些新移民，畢竟他們是戰後
号来了，也来了差不多50年、70年左右了啊。那他们不想要的时候，所以这里回头再讲说，所谓的民族自决还是住民自决。那这一点刚好我就顺着院长提这个问题，从历史来看，不管是刚才院长讲的这个波士尼亚还是科索沃，难不成民族自决只适用在非民主国家或是所谓的战败国大量伤亡的国家吗？民族自决不能用在像现在西班牙统治下自治区的加泰隆尼亚吗？其实啊，就好像人权这里讲，应该全世界所有国家人权就叫普世的，但係現實情況就是講，無同樣國家不同國家人的人權咯，差別是動態。也就是講咯，那民族之間係咪大家所有民族嘅權利對錯，但係咯不同國家嘅政治吼影響係最大嘅啦。吼，都無同樣嘅國家啲度吼，就不同嘅政治因素對佢嚟講，吼唔係咪可以行使一種權利吼，影響就動態。就好像人權一樣，即係嚟講所有人權就係平等，但係無同樣國家人權就會有動態差別。好，明天講民主國家、即係共產國家、有戰亂國家，其實也唔應該係嚇重點嘅分別都記得國家內部嘅政治嘅本身嘅運作長度一體驗。天然就講嚇，就家老師講嘅吼，內部嘅種嘅共識有結果吼，係最重要嘅啦。我哋講從簡單來講，佢當到係我來年，我來年要問來年，但係年不有共識。所以講，而家唔就投票率就唔係按過，而家假設投票率90%以上哦，我相信啊西班牙政府嘅態度唔同。假設而家投票率存到10%，我想可能根本判唔起來啦，根本連判都判唔起。所以就你學一通啲嗬，公投只係過，然係意願，嚇意願係唔足嗬。不管用嘅公投，最後嗰種壓力啊。